调整我的脚步，好让我能走在你的道路中。感谢天父的爱领我来你面前，掌管我的生命。阿门。赞美，热情的敬拜，高举双手，荣耀你的名。Nothing is holding us down now。耶稣是自由，就真自由。大声赞美，热情的敬拜，你的成就一切的大事。Nothing is holding us down now。向世界宣告我的自由。I got the joy, I got the feeling，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大声宣告，你的爱充满我。I got the joy, I got the feeling，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大声宣告，你成就大事，大声欢呼宣告，高举双手宣告。大声赞美，热情的敬拜，高举双手，荣耀你的名。Nothing is holding us down now。耶稣是自由，就真自由。I got the joy, I got the feeling，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大声宣告，你的爱充满我。I got the joy, I got the feeling，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大声宣告，你成就大事。I got the joy, I got the joy, I got the feeling，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大声宣告，你的爱充满我。I got the joy, I got the feeling， 对你的爱，我无法隐藏，大声宣告，你成就大事，大声欢呼宣告，高举双手宣告。天父，请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更新我，请打开我圣灵的耳朵，让我能聆听到你的声音，并按照你的话语而行。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
声音在呼喊，在世界里，求你让我清楚你的声音。你也知道我在哪里，呼求你时，你的帮助就随时而来，随时都在。我们一起来开口赞美，用极大的声音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我要发出极大的声音。哈利路亚！要听呼求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大声大声地敬拜你。哈利路亚！我叫我赞美你。主你拯救我，在大水困难之中，主你保守我，遇仇敌争的时候，主你医治我，在疾病困苦之中，主你应许我，在呼求你的时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发出极大的声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只呼求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只呼求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只呼求我赞美你。代替悲哀，赞美代替忧伤，耶稣话语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喜乐代替悲哀，赞美代替忧伤，耶稣话语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喜乐代替悲哀，赞美代替忧伤，耶稣话语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喜乐代替悲哀，赞美代替忧伤，耶稣话语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发出极大的声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只呼求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大声大声地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跳舞跳我赞美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神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他的平安也不迁移。这是怜悯我们的耶和华说的。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相信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
在腓立比书第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主，求你让我们不管在高山或低谷，都能依靠主，都能平安之处。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骨，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天父，求你大大的赐福我，厚恩浇灌我，就是让我可以有一颗感谢的心，可以常常喜乐并不住祷告，和你献上赞美的祭。也将摩尼加前书5章18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指定的意。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主耶稣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因为知道我们不单是在今生，在我们在来世，还有永远的盼望。感谢神，你祝福我们早上这段宝贵的时间，相信你丰盛的恩典，如我们各位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愿伊吟诗，愿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性命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心望拢着点睛，虔诚徛伫伊面前，无伫挂入世间小事，通稳定伊受事，地讲令伊的心。咱着敬拜心敬虔。咱即时来吟圣诗，圣诗51首，圣在，圣在，圣在。请咱起立吟全首。现在，现在，万民我有在，阿门将主荣耀主耶和华。现在，现在，将你。
在生在生在，万民都敬拜，愿永存永奉献的宝座前，在漫漫的光，你的我永存，多谢感谢，永远从地在生在生在，我的要忠肝，多谢天时多乐中的主题，在生在生在，我就在这个。乐上为己，我以耶稣在。阿门。咱这是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信心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来去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即是做伙来启应，启应文13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伫教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七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祭物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咱这时搁来吟圣诗，圣诗159首。至圣的神，听阮祈祷。请咱坐吟全首。
咱三个来祈祷。圣洁公义的阿爸天父，我要感谢阿罗你，也要吟诗敬拜你，因你的名伫全地极其水，因你的疼完全。你是我的光灯，是我的拯救，是我生命的保障。你的疼是无比长、宽、高、深，互我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你。今日是圣灵降临主日，求真理的圣灵来光照，启示引带阮明白主的话语，重新建立甲上帝的关系。因为圣灵的降临，原本失望、冷淡、失去信心的生命，也要重新得到勇气、望甲气力。阮也要恳求圣灵。帮赞赏赐每一间教会，拢有全新的开始。既然愿意谦卑求叫主名的人，拢会得救，领受圣灵的充满。圣灵啊，请你来带领、安慰、鼓励阮，同时也来提醒、扶持阮的教会。圣灵，请你来，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世间的罪，由你怜悯我，皇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赞美圣歌队。
咱即时做伙来看圣经，旧约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要用新的心赏赐恁，也要用新的神下伫恁的内面，搁要对恁的肉体中除去亲像石的心，赏赐恁亲像肉的心。搁来看另外一位圣经，伫新约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到12节，是照所记载讲，目睭袂会看见，耳孔袂会听见，人的心袂捌想到的，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记那所备办的。若是上帝有用信心，甲咱显明伊，因为信心透彻万事，甲上帝的深奥。打人的事，若毋是较基的神，别人是谁会知？安尼，上帝的事，若毋是上帝的神，也无一个会知。若是咱所得到，毋是世间的神，就是对上帝来的神，要互咱知上帝所白白赏赐咱的。搁另外一章，第6章19节到20节，也是恁毋知，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圣神点伫恁，就是恁对上帝所有的，搁恁毋是家己的。20节，因为是用价钱买的，所以着伫恁的身躯荣光上帝。讲到圣灵内大的生命，请曾牧师。亲爱的大家平安。今仔日伫咱的教会做基督徒，这个礼拜是一个真特别的礼拜，咱传统上叫做圣神降临节。伊一方面咧纪念2000年前教会一开始得到一个真大的礼物，就是看袂到的上帝进入人的生命中。所以对第一摆的经验圣神充满，严格来讲，无应该讲第一摆。严格来讲，对人类认捌上帝了后，若见了亲近上帝的人，伊应该拢领受圣神。今仔日咱有一个祈祷，特别牧师最大心意，就是盼望恁会当享受这个看袂到的上帝所赏赐恁的听，以及恁伫生活中间的快乐。咱的教会伫1994年4月24，捌真清楚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享受圣神的工作伫这间教会。对我个人来讲，迄真重要，因为以前我感觉我是一个真辛苦的牧师，但是对于迄一届圣神临到这个教会了后，我感觉人生真做一种的享受，因为咱困咧，咱醒起来，咱做工，咱休困，拢感觉这个以前看袂到我的阿祖的上帝，伊甲我做伙，一直到今仔日，我犹原有安尼感觉讲，伫圣神的内底是一种的享受。所以今仔日牧师的分享是对心中的一个祝福。希望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恁拢甲上帝讨讲，主我要拍开我的心，来欢迎你进入我的生命中。我要享受做基督徒的欢喜甲快乐。咱的教会有囡仔，因安尼咧讨论，特别伫顶礼拜，伊讲忽然行入礼拜堂，伫礼拜堂的中间，较一直想要哭，有一种想要流目屎的迄种的感觉，嘛毋是受气，嘛毋是烦恼，但是为什么很想哭？因伫讨论的中间，因咧找咧安慰，但是其实这就是圣神咧对咱讲话。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看袂到上帝的圣神，但是当上帝圣神若运行伫恁的人生的中间，有时恁会足侪莫名其妙的情绪，毋是恁，包括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上帝的圣神虽然看袂到，
但是伊明明存在。愿在座兄弟姊妹，咱做伙来享受伫上帝充满即种的人生。圣经对圣神来讲，咧讲到圣神有真多的假释。今日咱所读的两段圣经，一段伫以西结36章26节，伊咧讲起上帝应允讲，上帝要将一个新的心放伫人的内底，上帝嘛要将一个新的灵放伫人的内底。新的心代表咱的思想、心思意念；新的灵代表咱的灵魂。所以有理性，有感性，就叫做一个完全的人。牧师为恁读这段圣经，是求上帝圣神甲恁三角伫地。第二段咱所读的圣经是伫新约，哥林多前书，伊咧讲起上帝所赏赐的圣神，要带予咱新的活命，伊要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因为咱的身躯就是另外一个看袂到的礼拜堂。咱真习惯组织伫教会，教会这个建筑物是看会到的，所以咱伫礼拜日做伙伫这个所在做礼拜的时，这个所在真做一个上帝同在的礼拜堂。但哥林多咧讲起，咱的内心其实更较重要，因为内心这间礼拜堂是 VIP 的房间啊，就是咱个人单独的，不是别人会当享受。咱无论去食饭、去食餐厅，无论去什么所在，你若想到我有一个特别的房间叫做 VIP， 为伫你留的，迄就是迄间餐厅、迄间消费的所在，感觉是真重要的来宾，伊才有开这间房间互咱使用。保罗伊讲起，咱的心就是上帝的礼拜堂，圣神要踮伫咧内底。所以今仔日牧师甲恁分享的一个祈祷，就是邀请这个2000年前耶稣的学生所经历到迄个圣神，今仔日甲恁每一个人三角伫地。特别牧师也为你们祷告，上帝互恁对少年到恁一生的路尾，永远享受这个看不见的上帝加做恁的帮助。这是真重要。愿天父上帝，互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经历着圣神降临节这种的意义。因为主耶稣讲，人若无定头生，人若无伫圣神的内底定心，伫你的生命中间得到完全，你就袂当算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袂当真正了解讲上帝所应允的天堂是什么种的意思。所以耶稣讲，人若要进入天堂，伊需要有圣神的洗礼。今仔日的礼拜就是一个开始。如果今仔日牧师讲到了，恁也感觉愈听愈火，恁免烦恼。有可能伊是你拄来教会，恁毋免客气，你来问牧师。牧师要单独为你，个另外解释，互你个人了解。牧师嘛真欢喜，为恁做一个真要紧的祈祷。当恁单独找牧师的时，牧师愿意为恁换手祈祷。求天顶的上帝将这种的祝福放伫恁的人生。今仔日这个圣神降临在伫新约中间，伊会当讲第二重要的信仰的功课。你问牧师讲，那安尼，什么是第一重要的功课？第一重要就是救恩。第一重要就是讲，咱伫人生中间真孤单、无能为力、惊吓困苦，咱渴望得到祝福。第一重要伫圣经中间咧讲的就是耶稣带来上帝的祝福。所以圣经的新约第一开始叫做福音书，意思就是耶稣带来天顶的上帝的祝福。今仔日牧师毋是要讲起这个福音书的这个功课的课题，牧师要跟恁分享的就是第一重要就是耶稣的福音哈，第二重要就是耶稣所讲，咱需要领受圣餐，咱需要领受洗礼。但是更加重要，咱来领受上帝所赏赐圣神的充满。圣神的充满是一个真要紧，因为有人检采听讲道3年、5年、10年，伊感觉伊对圣经的认识已经到一个阶段，但是依然感觉这个信仰好像真抽象。为什么？
信仰毋是干那用听的，信仰需要就是经历。今仔牧师真要紧的心，就是为恁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恁，毋是真做一个听讲道的基督徒，恁是真正享受上帝以家己本身的活命，这就是圣灵内住的生命。当圣性的住伫咱的内底，咱的人生绝对无共款，要安怎无共款？牧师嘛真欢喜甲你做见证。以前我感觉人生是一个真受苦，做真多工作，亲像咱咧讲做苦工。但是当上帝的圣性踮伫咱的内底，伊互咱感觉工作产生真无共款的意义。因为这个工作，因为伊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我做这个工作虽然嘛会流汗，但是这个工作真做一个真受祝福、有意义佮快乐。我妈妈咧今仔日伫阮中间，我要甲你讲，阮真欢喜，过一年做阮教会的姊妹。你真福气，你嘛真够教囡仔，你身边这两个查某囝，就是你的阳光。所以一生所做的辛苦、流目屎、流汗，过去咱感觉伊是一个辛苦，但是如果咱也知影咱所做的辛苦本身最后要产生一个真大的阳光，有价值，我相信你甲我拢同意讲，那安尼流汗无算做什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记得看袂到的上帝，永远甲咱做伙。兄弟姊妹，你检查有时会感觉真无力感，但是请你相信，你绝对无孤单。咱若愿意开嘴祈祷，这个看袂到的上帝，伊的确会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咱看袂到的是，咱有情绪的激动，莫名其妙的时阵有流目屎，有欢喜，这就是圣神开始咧摇动咱的心。伊咧，互咱知影讲，我在你身边，咱就开始慢慢听，慢慢修，慢慢了解。后来咱愈来就愈清楚了解讲，这个看袂到的上帝原来这么浪漫，这个看袂到的上帝原来遮尔仁慈，遮尔疼惜。所以听下，这款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告，主啊，求你将新的心、新的灵放伫我的内底。这是3000年前的祈祷，将近3000年前的祈祷。先知以西结甲上帝的大家庭以色列人甲伊讲：，恁天顶的上帝要将这个礼物赏赐互恁，新的心、新的灵、新的心、新的想法、新的心思意念、新的灵魂，要甲咱撒甲地底。所以听下这，请恁来领受上帝为咱所备办的。今仔所读的圣经哥林多前书信了，一直开始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预备的。今仔日就会请你搁注意读这段圣经，然后你甲上帝通。上帝，既然你已经应允讲要祝福我，那安尼求你就互我真正经验到你祝福的欢喜甲甘甜。伊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预备的。是目睭毋捌看，耳孔毋捌听见，伊的心连想嘛毋捌想过。兄弟姊妹，这句话咧，甲咱在座每一个人讲，上帝伫天顶已经早就为着咱准备生命的祝福。那欢喜的人，你甲上帝讲，主，我伫你的面前伸出双手，求你将这个祝福放伫我的手中。这个应允有可能是一个感动，这个应允有可能是一个亮光，一个计划，这个应允有一个就是圣神伊家己迄粒小小的种子。有一个真出名的牧师伊讲起，当咱向上帝讨的时，上帝将一粒互咱看袂到足细粒的种子，就放伫你的手中。这粒种子是稳定。是智慧，是上帝的计划，伊要愈来愈大，大到甚至你拢想袂到。最后你讲，上帝，你是安怎享受我的人生
有一个遮尔特别的计划。伫我细汉的时阵，我毋知影我要做啥物人，我嘛毋知影我将来要做啥物。但上帝，你就已经将迄个计划放伫我的手中。直到今仔日，我才知影讲，我的人生绝非偶然，因为上帝你早就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你特别的计划。亲爱的姊妹，甲主讨，甲上帝讨，因为上帝为你所准备的。虽然伊讲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拢无想过，但是咱也读了，因为这段话最后伊咧讲起什么？伊讲为着世间人所准备的，就是上帝的圣神要进入恁的生命的内底，咱要感觉咱无孤单。兄弟姊妹，愿主伫今仔日的礼拜，将伊的圣神放伫咱的内底。可能伫今仔日的礼拜，你会感觉讲，什么代志拢无发生，但是事实上绝对毋是无发生。检查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无经验到一个特别、真特别的动作、特别的行为、特别的代志。但兄弟姊妹，请相信，咱无看见，无代表无发生；咱毋知影，无代表无得到。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咱连想、连听、连经历都毋捌经过，就是上帝亲自进入咱的内底。伊讲上帝要点伫恁的人生的中间，那这你相信吗？愿主甲恁三个对地，永远无离开恁的人生，甚至永远无离开恁的行行顺顺，互咱的家庭，一个人得到祝福，所有的人拢得到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听也这，愿咱每一个人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拢领受一份圣神降临这一礼物，就是上帝伊家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牧师要甲咱讲三个功课，三个祈祷。第一个就是咱伫上帝的面前伸出双手，咱甲上帝讲：上帝，请你进入我的内底，亲像咱咧喘气，咱有吸空气入来，但是咱嘛有吐空气出去。在咱的生命中间，咱真要紧就是邀请这个上帝入来咱的生命中间。咱将上帝伊本身的清气，将伊的荣耀，将伊的能力，将伊的活命，将伊放伫咱的心内时，咱忽然要感觉你的人生是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一呼一吸，咱的人生，咱的生命要无共款。因为圣神本身这个字，伫圣经中间，伊伫起头，这个灵本身的字就是气，空气的气，就是一口气，一个上帝属灵的气，就是上帝伫伊的生命内底，伊的活气。所以后来，上帝身边的人，伊就体会讲，我原本是土所做的器躯。但是上帝将伊的活气分入我的内底，所以咧圣神进入我的活命中间，我就成做无共款的人。所以人就开始讲起上帝的故事。所以个甲第一个人，也是讲世间所有的人，拢甲伊称作一个名叫做亚当。你若是伫教会，你就捌听过亚当与夏娃这个故事。亚当这个字本身就是阿达玛，阿当。阿当是英语，阿达玛是以色列人伫圣经中间的第一句话讲：起头上帝创造人，上帝甲伊号名叫做阿当。阿当这个字本身，阿达玛就是土粉，就是土粉。当上帝创造人了后，上帝将伊的活气放伫咱的中间。愿天父上帝帮助。主耶稣讲：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人拢讨厌双向，对不对？你有人讲我要做乞食、做善食人的人，请举手。我想无人细汉出世就决志讲要做双向人，请毋通误会这句话。这句话咧讲心内颂扬的意思，真要紧就是，亲像安尼讲，腾出你心灵的空间。心内颂扬的意思就是，伫你的灵魂、伫你的心内、伫你的心思意念，永远有一个空间，和这个荣耀神性有关联、活命的上帝进入你的生命中间。
当你还无愿意，当咱还无准备的时，其实这个上帝早就已经伫咱的生命中。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今日第一个祈祷就是摒扫你的心灵的房间，因为咱的心就是上帝的圣殿，圣心要甲咱三合之地。咱的心思意念就是灵魂的礼拜堂。过去咱想足济啊，但今仔日咱应该重新盘点整理。顶礼拜牧师甲恁讲，有一个牧师伊讲起一个基督徒爱常常盘点伊的心思意念。恁敢要会记迄句话？伊个盘点的意思就是讲，我开一间干仔店，啊，我对透早人就来甲我买汽水、买面面条，买足济物件。啊，到暗时我门关起来要休困的时，我就我拖仔内底拍开，我就开始清算盘点。伫今仔日中间，我卖什么物件，我交出什么，我得到什么。哦，我有1000块的一张，我有100块5张、8张，啊，我有50块的银角啊。我盘点今仔日我所得到的。基督徒咱的生命中间，其实就是常常咧算上帝伫咱人生中间的稳定，佮要紧整理咱心内即个灵魂的感觉点，咱的心灵的即个礼拜堂，咱整理好势，定根定好深，因为咱的生命若无有根基，咱的信仰若无有根基，有时树顶透风台就会倒落去。即个礼拜咱教会发生一个上大的代志，就是迄丛树啊倒落去。7年前，迄丛树啊倒这边，所以咱甲这头甲剪落甲底，所以7年后这头倒迄边。啊，这个整理树啊师傅来看看，讲无说这丛树啊无效啊，真唔甘，因为迄是7、80年前，咱的教会的长辈，因整理这个土地，诚做礼拜堂的时，因伫起头所种的篱笆树，就蔷薇啊树啦。较早即块田啊，咱买来了后，就伫田沟啊、圳沟边顶悬，啊，就用青仔树枝甲伊插一排。所以这青仔树拢是顶伫圳沟边，咱即摆拢看袂出来。但是牧师甲恁讲即个故事，最主要是要甲恁分享。咱的信仰爱定根，因为师傅来。其实毋免师傅来，我一看我就讲，啊，青仔的根开遮浅啊！恁敢知青仔是足浅根的？咱毋知啊。但是无共款的树啊，有的树啊的根吼是顶足深的。圣经内底有一种树啊，叫做造假木，是专门咧做礼拜堂、做圣殿内底所有即种椅啊、桌啊，拢叫做用迄种造假木做。迄种树啊。就是伫广泛的沙地、伫沙漠地、伫广泛的山顶所发出来的树啊，100年树。迄种树啊，听讲，伊的树根啊，是伊的树丛的16倍深。伊的树若有10米，伊的树根就160米。因咧讲起为什么？因这种树啊，若无深根，伊真困难得到教业的水分。兄弟姊妹，愿咱真侪生命的造假木，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之地。咱伫今仔日第一个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我要领受你的话命。圣神就是空气，圣神就是江河，圣神就是话命。咱领受上帝的圣神，就亲像咱喘气，对起头宇宙还未开始进前，迄个空气就存在。上帝就是空气的中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当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祷讲，主我领受你，我就成做你的囝儿；主我领受你，我就成做你的查某囝。主，我将我的罪伫内心的遐混乱、忧伤、病痛，主我拢甲伊单掉。我吸入来是稳定，我排出去。是我心内中间所惊遐的，所以有一个牧师伊安尼祈祷讲：我所吐出去的，就是我有问题的思想。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一寡思想，其实对我毋是祝福，伊是咧搅扰我，
伊是咧威胁我，伊是咧甲我咬呢，啊，带我去做迄种是非不分的迄种的代志。就亲像人的欲望，有时迄种欲望毋是一个真正确的，但是咧欲望伫咱的心中就产生有问题的主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讨，独只有你的话是我的主张，独你的圣神是我的帮助。伫今仔日圣神讲恁这，我伫你的面前谦卑，将我的生命内底有问题的过去遐个主张，今仔日我亲像扫涂骹，该分别做成。愿上帝祝福恁，恁有这种感动的人，勇敢为着恁的生命的改变做决志，勇敢为着咱的生命的改变做决定，选择勇敢向前行。因为上帝就要将伊的能力放伫咱的内底。当咱若经历着上帝伊的充满同在的时，你就无搁再成做一个软弱的人，你就无搁再感觉讲你的人生上帝所互你拄着这大大细细的代志，超过你的能力会通做。因为新约的圣经讲，点伫你内底的圣神，比点伫这个世间的所有遐神搁较大。这个上帝要互你有能力，然后你要感觉你的人生是真开阔。忽然中间，你感觉连你思想连你喘气，你的生命拢感觉安那真开阔。你忽然要吐气讲，浩瀚星河当中，我的目屎敢会当凊彩流？浩瀚星河当中，咱的目屎一定要为有价值的代志来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主的面前，咱真做一个圣神充满的人，而且欢欢喜喜、勇敢。咱大胆甲主祷讲，主恳求你进入我的家庭，甲我的人生。主帮助我，因为我是肉体的人，我的生命有一定。求天父上帝帮助我，将你的意志，将你的思想，你先将你的主张给放伫一边，互上帝来帮助你。上帝的主张成做你的主张了后，你的主张要成做一个有价值的主张。主帮助咱。所以第二日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恁分享的祈祷就是：当咱若安尼做祈祷决定的时，咱会安怎？兄弟姊妹，当圣神充满伫咱的内底的时，咱无搁再做囡仔，咱要做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因为保罗讲，我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我的意念亲像囡仔，我的行为亲像囡仔。但是当我长大人了后，我就爱淡煞这个囡仔的代志，我的长大成人。凡事老练，兄弟姊妹，当圣神啊踮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咱就要成做有能力的人，这叫做圣灵的大能。所以圣神的充满对咱来讲有一个真要紧的影响，就是互咱成做真正的家己。我搁讲一摆，圣神的充满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互你成做你本身。我真做真正的庄孝胜，你真做真正的蔡秋雄。咱每一个人，自从咱互圣神充满了后，咱就真做独一无二、真正你家己。兄弟姊妹，这毋是一个真无价值的代志。反倒等，兄弟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佮严肃的问题。做家己，我无搁再互人讲起我是某某人的太太。也是讲我是一个某某人的伊的啥物，伊的新郎，就亲像牧师甲恁分享几礼拜前咧讲起，迄个查某哈甲，伊起头伊互人讲，伊是人的查某囡仔哈甲，但是当上帝祝福伊开阔伊的人生了后，上帝将这个奴才的身份，伊的主人的名甲伊摕掉，伊才对独一无二的哈甲。兄弟姊妹，愿咱做家己，咱伫主的面前，
今仔日即个第二个真要紧，咱的祈祷。当咱邀请即个圣神进入咱内底时，恁捌听过人间天堂即个字吗？这就是圣经咧讲，上帝个临到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恁拢会晓背。若是洗礼了的基督徒，拢会晓背主导文，对毋对？阮伫天里的悲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伊讲的就是人间天堂，上帝的天堂。今仔日过去是天顶界，今仔日啊，进入伫我的生命中间。上帝若甲你三甲伫地，上帝就是用耶稣会甲你洗清气，甲你切落金。互你的生命伫即个世间的世俗化流浪了后，上帝用耶稣的血甲咱洗清气，亲像镀金的啦。我袂讲镀金的，因为讲镀金吼，犹阁无够叫通形容讲一个人伫耶稣基督手中迄个完全生命的改变。当圣神来甲咱三甲伫地，你的人生要开阔，你的眼光要开，你忽然要看见。以前我连目睭都看无，以前我连耳孔都听无，以前我连想都想无。但今仔日，当上帝圣神来甲我三甲伫地，我就准托，我就明白所有一切奥妙。我明白天顶上帝的代志，我明白我家己人生的代志。所以今仔圣经讲，圣神就帮咱认捌上帝的代志，圣神嘛帮助咱认捌。人情世事，就是咱的代志。像这你愿意做一个智慧的基督徒吗？你愿意互你的囡仔讲，我的妈妈虽然伊的教育并无比我较悬，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因的心内有今仔日这个世间常常忽略的智慧。愿天要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所听也这请珍惜你的身躯。咱的身躯真重要，因为咱若破病，咱就无力；因为咱若破病，咱就艰苦。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灵魂体拢健康。上帝甲恁祝福，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因为伊讲，你的身躯就是圣神所要使用的器躯。伊讲圣神充满的礼拜堂。嘛会使翻译做圣神所要使用的器具，因为当上帝点伫你的人生的中间，有真侪人要因为你受祝福。安尼，咱有明白这段圣经的意思吗？圣神为什么要踮伫咱的内底？圣神啊，踮伫咱的内底，咱身边的人就会因为这个踮伫咱内底的圣神来受吸引、受祝福。人要伫咱的身躯的中间看到因的人生中间所无的，就是愿望，就是稳定，就是尊贵，就是自爱。所以听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咱毋是咱家己，踮伫即个内底，就是天人合一，就是上帝甲咱做伙结连做伙。愿天父上帝帮助，愿咱的教会，愿恁的家庭。愿咱在座每一个人，咱拢甲上帝讲：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认真用我的人生、用我的身躯、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你。对今仔日开始，无论我做任何代志，我要斟酌来思考，我的信仰伫我的生活中间，伊真正意思。我要真心中用基督徒这个身份来面对我甲人的人际关系。甲我所做的每一项代志，这句话真重要。当咱若认真思考，这个信仰甲身份对我的意思的时，你的人生要全然无共款。你袂凊彩讲话，你嘛甲人的人际关系会改变，甚至你的家庭伦理的关系嘛要大大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助。互伊的祝福临到伫咱的中间。我最爱这句话，这是新课所讲的。新课牧师伊讲，当一个人经历圣灵的充满，伊的苦时啊，伊连喘气都感觉讲，哇，充满活泼的力量。伊忽然感觉伊的人生有无限的愿望，
伊会感觉，伊所呼吸的空气，亲像宇宙的辽阔。伊讲袂出来，但是伊感受到，什么拢有可能，因为上帝的能力伫咱的生命中间来运行。也即你毋望即种的感觉，陪你到一生的路尾嘛？阿免，这是我会足欢喜读到辛克牧师所讲的，我会甲伊记起来，伫我家己个人的笔记本，我常常提出来做祈祷讲：主，今仔日我所喘的这口气，以前我无感觉，但是我不爱到有一日我去到病院去踏迄个呼吸的啥物气啊！我这刚知影讲，原来讲吼，住伫迄个病房，一日爱几啊千箍、几啊万箍。才忽然感觉讲，原来喘一口气遐尼自由，爱遐尼大的代价。我毋是甲恁轻松，毋是，兄弟姊妹。今仔日你所呼进去这个口气，是2000年前耶稣所喘气的，充满在宇宙当中。伊所吐出来，迄个灵气，你相信吗？你用无需要离遐远，你会当想象，你会当祈祷。主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牧师甲阮解说圣经。主啊，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期待。主耶稣以活命曾经陪伴必定雅各因这个耶稣，伊所呼出来迄个圣灵的那一口气。主求你将迄口气赏赐互我，阿免吗？愿主耶稣亲自将伊的圣神，因为过我了后做一届的动作，伊进入马可楼，进入耶稣学生密起来，迄间惊吓的房间。耶稣进入伊的内底时，耶稣甲因讲：“恁领受圣神吧。”我搁讲一摆，你们领受圣灵吧。然后耶稣就甲因，这毋是变魔术。兄弟姊妹，当咱若奉主耶稣的名，甲主求祷，主要将这个活命赏赐互你。愿主甲咱三甲伫今仔日个礼拜，伊的圣神若甲你伫你会梦想做一个伟大的人。你会看见自己的渺小，然后你的梦想，主因为你的无限，我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性。愿主祝福咱的囡仔，伊踏伫咱的肩胛头，因比咱较优秀。愿咱的囡仔，伊坐伫咱的肩胛头，要咧学行路的时，伊坐伫咱的肩胛头，因已经开始。徛悬悬，咧看迄个将来伟大的可能性。愿主的圣神今仔日将恁抱起来，然后放伫圣神的肩胛头顶悬，轻轻甲你讲：我所听的查某囝，你注意看，开你的目睭，你的将来伫遐。主甲咱三甲伫地，将一个心思意念，将一个新的灵魂。放伫恁内底，然后咱甲主祷讲，阿免。主求你帮助我，互我成做一个有活命、有气力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帮助，互我得到完全。这就是圣经充满伊真正的意思。最后，愿咱清清知影讲，当圣经充满的时，咱的生命要无共款。这是约翰伊记载伫约翰一书4章4节。约翰一书4章4节，伊讲：我的兄弟啊，踮伫恁内面的圣神，比伫这个世间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灵，更较大。愿天父上帝互咱明白，这句话是真的。然后圣神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咱的人生就不过再有惊吓、欠损、禁忌。主帮助咱最自由的人。主帮助咱最有能力的人，因为保罗讲，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这你感觉这是做参考的话吗？
或者你认为这句话是做参考的，还是讲是一个励志的心灵鸡汤？信的人就得到。主讲，你若倚靠我的圣神所加添的亏难，恁就要有能力。阿免。或者来试看卖，来经历着上帝，因为我靠圣神，咱要赢过这世间最最假先知，欺骗咱的遐错误的思想意念，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圣神的内底，咱顶头生。主的圣神进入咱的内底，第三项，牧师要甲咱分享的，就是圣神若踮伫咱的内底的事，到底会安怎？圣神踮伫咱的内底，咱的人生发生三项代志，无共款。第一项代志，圣经讲，我要赏赐恁，我要求天顶的天父赏赐恁圣神，圣神要做恁的保惠师。恁了有记这节圣经吗？保惠师是啥物意思？有真就有，就是这个意思讲，有一日咱若拄着一个超出咱的能力，会当解决，去到法院。徛伫法官的面前，迄个律师用真理性的话，有真有力的话，徛伫法官的面前替咱辩解。保惠师就是这个意思。伊徛伫上帝的面前，就亲像一个老母。这个真严格的爸爸，你讲今仔日你啥啦？去校无乖，老师讲你今仔安那。今仔日你啥啦？这个功课啥啦？考试考安尼，你无认真。这个真主爱妈妈圣神，伊就是老爸的面前讲，这个囡仔已经足努力啊！咱来较济鼓励，咱来听小伊。圣神保惠师就是这个意思。当咱无法度祈祷，当咱毋知要安怎祈祷，这个圣神用讲袂出的言语替咱祈祷，伊叫做保惠师。第二，这个圣神来甲咱三甲地地。伊要赏赐咱各种的能力，新约讲到属灵的恩赐，旧约讲到圣神七个赏赐圣神的神，有智慧、有才华、有策略、有能力。牧师带恁读这两节的圣经，恁就明白。当圣神进入咱的内底的时，圣神所予人的恩赐，伊要帮助咱，对天灵来的怜悯。伫以赛亚第1章咱先看哥林多前书，伊讲哥林前书12章咧讲起各种的圣神的恩赐。牧师无引用这个经文，但是伊咧讲起伫初代的教会，上帝有设立先知，有设立教师，有设立有医治的官兵的人，有各种行神业技术的人，有翻译方言的人。伊咧讲起各种的恩赐。为了教会的需要，上帝兴起无共款的人，所以有的人做牧师，有的人做长老，有的人做主日学老师，有的人做执事。伫教会内底有无共款的恩赐，迄个恩赐是为着要服侍人，甲服侍上帝。但是第31节，伊讲最大的恩赐就是听。恁伫定心都会读，因为今仔这个主题毋是咧教这个恩赐。毋是牧师，毋是甲恁解说这个恩赐，但是恁定心去读的时，你会当甲上帝讨。你若对某一种的恩赐有一种的感动，你会当甲上帝讨。主啊，我虽然真含慢，但是求你互我真侪敖听人的人，所有伫我身边的囡仔，我虽然无法度甲因讲大道理，但是我要陪伴因，我要甲因扫头壳，我要用鼓励的话，互因产生信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使徒行，毋是使徒行，但以赛亚，今仔说以赛亚无读到咱，但是这是今仔日个真了紧的一个经文。以赛亚11章第3节，伊讲上帝的圣神啊，踮伫人的心上，这个人就得到智慧、聪明、策略、谋略、能力、知识，佮有敬畏上帝的灵。第4节，伊要用敬畏上帝最欢喜。这7种的上帝圣神充满的时所带来的恩赐。牧师要鼓励恁，如果恁也感动，就讲主啊，我真期待真做一个真有策略、策划事情能力的人，伫
伫遮，伊讲谋略的能力，谋略能力，你著甲上帝讲阿免。主啊，求你将即种的文字赏赐互我。圣经所讲的所有文字，其实是要互咱真做一个服侍人的人。服侍的意思是服务别人的意思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有基督徒，拢是一个真爱服侍人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最后当圣神充满咱的时，咱就要真做上帝的见证人。今仔礼拜了后，牧师要鼓励恁买好吃的水果，但是那个不是圣灵的果实，而是真啊，咱中华关所出的物美价廉、真优质的，像巨峰葡萄，咱台川的葡萄足水，恁牧师鼓励恁倒买，唔是因为伊水啊，恁趁着啊，因为伫普通市恁去菜市仔买，可能无法度买到遮尔廉价的水果。牧师要鼓励恁尽量买。这是义卖，因为喜乐保院伫即几个月捐款急速下滑，有个人就招喜乐保院讲，我提供水果，我提供啥物，咱做伙来义卖，义卖就捐互喜乐保院，咱德堂农会嘛摕来旗仔边去义卖，嘛捐德堂米，上好食的全台湾上好食的米，有真侪人听讲喜乐保院最近的捐款真欠缺。因就准备一寡真好的水果。牧师要鼓励恁，今仔日恁毋是去菜市仔买水果，恁去实行。当我付出，我将即个水果当作看会到的记号，我是送互我的好朋友，我甲我的亲人做伙分享。圣神的规矩对于咱来讲真重要，因为当圣神踮伫恁的内底，会产生圣神的规矩。这个圣神的规矩最重要，就是要服侍人，就是要荣耀人。我带恁读这几个圣神的规矩，就是9种品格、9种的品格：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说今仔日无时间通解说，若有时间我会先接续解说这段圣经给咱听。圣神踮伫你的内底。你就无搁再是你原来的那一个人，你要真做一个受改变的人。所以保罗讲，我就真做一个新的人，旧的代志拢变成过去，一切拢真做新的。伊的意思就是，咱真做一个新的画面、新的品格的基督徒。上帝祝福咱的教会，真做有见证的教会。上帝祝福恁的人生。真做人看到的是，恁的发光，恁的生命发光的基督徒。上帝祝福恁的囡仔，互恁的囡仔将来真做恁的骄傲。像拄则我有甲我妈妈讲，其实阮感觉你真福气，因为阮伫郭玉玲甲伊的妹妹的身躯顶悬，阮真欢喜看到。我相信恁的家庭一定真疼惜恁的囡仔，恁的囡仔本身就是恁所结的果子。所以听下这，愿上帝祝福恁，祝福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伸出双手，咱甲上帝祷告，主求你祝福我。牧师要今仔日无爱邀请恁来头前按手祷告，但是牧师要换一个方法邀请恁领受圣神，好无？牧师请恁祈祷，恁会当将恁的双手轻轻放伫恁的肩胛头，迄个骹头有，亲像咧接受祝福安尼。放伫恁的骹，恁嘛会当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胸前，放伫你的心，拢会使足自由。你想要安怎做，你就安怎做。牧师带你祈祷，拢足简单的，你就照安尼祈祷讲阿免。恁唔免出声，但是恁伫心内听牧师所讲的话，然后你讲主，这是我的祈祷。至圣的圣神，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需要你。亲爱的主耶稣，求你
伫这个时阵进入我的生命中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祝福，我领受你的圣神，我要大大喘气，我将你的灵输入来，永远踮伫我的灵魂的内底。至圣的上帝，我要吐出这口气，是郁卒，是烦恼，是病痛，是看路。至圣的上帝，我要将这口垃圾、浑浊的气吐出来。来交代你，自我领受，自我放落，自伫领受甲放落的中间，求你陪我到一生的路尾。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圣神充满我。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圣神即时充满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等下咱领圣餐的时，你会当继续这个祈祷。你捧圣餐的杯，你摕圣餐的饼，你都会当继续安尼祈祷。咱来吟圣诗215首。咱来吟圣诗215首，咱来领受圣餐。所相顾，得愿定心。请坐。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对今仔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我是活命的饼，受困我的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碎焦，受困我的人，我决断无放杀因。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有八饼祝写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就食这个来纪念我。逐摆恁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照你的教示。阮守即个教会的礼仪，伫圣餐的中间，阮恳求你，阮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来主持即个圣餐。阮恳求你搁一摆，通过你的权柄，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即个饼成做你的活命，互即个葡萄汁成做新约。互旧的代志拢诚做过去，祝你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互阮领受了后，诚做阮灵魂的食物。阮恭敬听候，迫切恳求，祝你祝福阮，阮伫你面前同齐领受，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代表耶稣的身躯钉伫十字架顶悬，为着世间人所牺牲的活命。咱来请刘克隆长老甲这个英宏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亲爱的姊妹，咱恳求主耶稣通过今仔日的圣餐。想述伊的活命，想述圣神，咱纪念伊的疼，咱听候圣神的充满，咱求上帝对天顶，将伊的恩典填满伫咱生命的杯，咱将咱的生命搁一摆带到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互我试看稳定的滋味。主填满我生命的杯。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恩阮分活开。亲爱的主耶稣，求你伸出你的手。画伫阮的心头，
互阮充满你同在，迄种的平安。主求你亲近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因的心内，互因享受圣神的快乐，互因享受圣神的智慧。主，阮恳求你的圣神，即是运行伫阮的中间。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啊，这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饼？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陈忠胜长老、邱吉长老、甲淑庆长老来捧饼、捧杯。主要说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对这边。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的宝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的血所设立的。
主要所讲，这个杯，这个杯就是了，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终身。这个杯代表信了，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敢有人无领受圣餐的杯？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信仰，是耶稣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咱同齐来纪念伊。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齐来祈祷。阮全心感谢至圣的上帝，你无限的疼，你赏赐主耶稣以及圣餐，通过圣餐养治阮的灵魂，也互阮明白你无保留的疼痛。通过圣礼典，互阮甲你结连，真做你天国的大家庭，真做你的囝儿，是你的后代。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将阮家己奉献予你的时，恳求你接纳阮，帮助阮，扶持阮，互阮用圣洁甲你交配，直到永远无尽。阿门。咱准备来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咱非常欢迎今仔日有两位新来的咱的兄弟甲姊妹。咱首先来介绍一个占兄弟吼，咱对伊无熟，但是其实伊的亲人伊阿叔，咱拢足熟吼。特别张长老，这就是占正义牧师的孙啊，吼，弟仔吼，占兄弟吼，占兄弟。咱真欢迎伊甲咱做礼拜。伊退休啊，伊头拄挂口罩，我认袂出来吼。其实是阮头一届见面啊，但是伊的眼神有一寡迄个占正义牧师的迄种的感觉吼。上帝祝福你，真欢喜你甲阮做礼拜吼。佮有一个就是拄则我咧讲道中间有咧甲伊互动的，就郭妈妈吼，就是依琳的妈妈。头一摆伫咱中间，咱非常欢喜，伊甲咱做伙吼。我妈妈，我拄则有甲你讲，你有两个真特别的查某囝，是真心的吼。毋是因的能力的问题，是因为我特别是对郭依琳较深的熟悉。阮真久伫迄落培养伊的工作，伊对人的迄种的心吼，会感受到你对囡仔的影响。上帝祝福你吼。郭妈妈第一届来，伊咱有替伊祈祷过，前一站前几礼拜有替伊这个检查的报告做祈祷好消息上帝，你有好消息咱来继续替迄个依琳的妈妈祈祷求天父上帝，互伊的身躯会当有好的体力健康甲平安头一届伫咱中间牧师特别替你祈祷咱做伙来祈祷我敢要当邀请你甲依琳来头前我甲你祈祷上帝照顾你，上帝照顾你。大名的主，阮伫你的面前真欢喜，将阮的长辈来交伫你的手中。主，阮要奉你的名来祝福伊的身躯，愿你互伊的身躯得到稳定，你将健康甲平安赏赐互伊。我嘛将伊的灵魂来仰望你，愿主你对天换你的手，将你的恩惠。充充足足放伫伊的一生的中间，特别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阮恳求圣神降临伫伊的灵魂体中间，阮来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上帝照顾你。恁若有真特别爱牧师，甲恁真正是陪恁祈祷的人，恁等下礼拜了无客气恁就留落来，牧师真欢喜，特别伫即个圣神降临节。今仔牧师虽然无一日，也是讲甲恁特别邀请恁来头前发手祈祷，但拄则迄个祈祷，就是一个真神圣的祈祷。上帝的确听咱的祈祷。上帝的存在无一定固定的形式，足自由自然，因为伊运行伫咱的中间。牧师佫甲咱提醒，咱一个毋是咧卖水果，咱一个是捐款，是义卖。咱除了咱会当享受迄个看会到的祝福，迄个果子以外，你嘛当加买几份一份200块这是喜乐保院伊甲恁装袋牧师免形容迄个内底物件互恁听其实迄就是一种的奉献咱来吟耶稣听你这条歌做咱的祈祷。耶稣听恁，耶稣听恁，耶稣听恁，伫咱一生中，耶稣永远定，叫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耶稣听你，耶
下晡牧师要做一个排水的系统吼，啊，恁若愿意甲牧师斗相共的人，恁倒去食饱了换衫，恁会当来，因为咱的围墙即个落雨天排水落来，下水多伫咱的迄个花圃吼，啊，有当时啊若上大的时阵，拢会水的排泄不无好势，啊，咱有足侪旧的砖仔角，所以牧师要用迄砖仔角，佮甲整理好，干式的排水沟，吼，啊，恁下晡恁若有人要做的人，恁就来教会。哦，来为生日的祈祷吼，啊，恁若下晡有要来做的人，恁会当来吼。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牧师甲恁祈祷。生日快乐！别紧。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生日的兄弟的姊妹来祈祷，求你用油我伫俗如的生命中，主你用油我伫小小的生命中，主你用你稳定的油填满伫因的人生的杯，互因的人生无空空，互因担着人生甘甜稳定的滋味。至圣的上帝，阮恭敬为因来祈祷，愿你祝福因到因一生。阮恳求主你赏赐圣贤的智慧。今仔日所读以赛亚11章23节，愿主你赏赐圣贤的文士，互因有智慧、知识、能力、策略。愿天父上帝赏赐因诚做生命好的管家，直到见你的面。愿咱的恳求祈祷，我告所有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咱来请报告吼，咱来请报告。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较嚟看。本周聚会，礼拜三暗时8点祈祷会伫礼拜堂。啊，6月初5甲6月12，家庭礼拜拢暂停。青少客伫拜六的聚会嘛暂停。查经班伫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后礼拜聚会林安乐执事、领事林玉长姊妹、苏琴、陈美秀姊妹、苏宪、曾祖竹甲吴素基执事交代第3组爱餐暂停。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家己来读。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是圣灵降临节，有圣餐，请备办心，共领圣餐甲圣灵温糕。第二，咱教会开始设置主日礼拜直播系统，若身体无拄好，会当伫厝参与礼拜。如果有上网的问题，请甲医诊联络协助。第三，疫情渐渐改善，大家继续祈祷，会当安心来做礼拜。愿上帝保守大家。第四，生日敬请生育：陈明德、廖淑如、冯文正、陈正忠、许秀月、陈品言、洪玉芬、洪雅萍。鸿宴报告，请咱家己看，然后出入才过价反映。大道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彰化中会50周年事工祈祷；第三，为总会总干事林丰仲牧师康复祈祷；第四，为身体欠安敬请生育张晨、詹清静、钟言、詹天比、吴彩云、洪玉芝、庄仁聚、洪詹树莲、洪长远、刘克龙、洪在根、陈池忠。第五，为教会青少年学校课业祈祷，要升高中、闽语、硕恩、语义，要升大学、云新、云房、启恩。第六，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七，为姊妹教会大岛富林一节德克达雅。咱即时做伙起立来吟上映的诗歌，
圣诗507首，吟诗线请牧师祝祷。上帝，阳光相加相是三位的，在地的天在地的，将来也永远的的，无穷无尽。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灭道闭会。